中华北头昨有一个查甫人伫岛湾西路骑电动车，敢若用脚甲hand道路堵咧，两支手煞拢甲放开，佮偏到正向，无伫安全帽仔。边仔人是拢看甲心惊惊。目前警方已经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处罚条例，甲开单举发。查甫人骑甲真紧，毋过详细甲看，伊毋是用手咧控制，颠倒是用正脚甲龙头堵咧，一手佫敢若咧讲电话。虽然是骑电动脚踏车，不过安尼行为也是互其他人看甲心惊惊。是很夸张啊！那一台好像是电动车吧？无看定，两支脚位嘛，翘脚嘛咧骑，翘脚嘛做危险的。你翘脚看，你若万一有状况，决定倒呀。十八中昼，有民众翕到一个查甫人用危险驾驶的方式骑伫咧中华北头的岛湾西路，实际倒来到现场，这条路虽然是直搁宽，不过来来去去的车真多，速度嘛真紧，非常危险。警方调监视器已经找到这个姓严的查甫人，针对危险驾驶、佮无戴安全帽的部分，甲开单，甲有超速或者是改装，佮爱厘清。本分局将依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73条第1项第4款规定进行举发。对这个骑士没有戴安全帽本所也依规定依道交管理条例第73条第4项同样举发。警方表示，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了后，电动脚踏车已经改名做微型电动二轮车，和一般机车同款，需要登记挂牌、投保强制险。若伫2022年11月29进前的旧车，需要伫2年内完成挂牌。警方嘛提醒，骑微型电动二轮车嘛是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记者张华报道。